学习怎么样等候主，得到这个最美好的恩典。愿上帝亲自赐下恩典跟智慧，求你让我们因为等候主耶稣，我们就得到最美好恩典跟赐福。我们将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等候施救恩的上帝。等候这两个字有很大的这个生活上的经验了哈。等候确实是需要一个智慧，确实需要操练。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我们最常做等待的工作。我们在等人，等约会，我们在等车，我们小孩急着等着要长大，我们学生呢等着升学，等着放榜。我们常常在等候中操练自己的个性、品格。以前在还不是很这个有效率的时代，农村时代，我们等候是很自然，也不会很焦虑。他越进入这个工商社会，一进入到这个服务业的社会，进入到整个城市的一个生活，我们就觉得时间就很精准了哈。以前我们老一辈的搭火车、搭公车，你都知道说反正慢到是很自然的，很准时才奇怪，所以你就会很安心的等候哈。不过现在年轻这一代，你都知道说准时是很重要的事，因为高铁它不等人哈。那我们的公车现在都有 APP 有系统，它几分钟到，它都会通知你。我们越精准的去预备，是因为大家时间很宝贵，我们要不要太等太多。那人生有很多等候是有意义的事情。年轻人他等着要他的所爱的人出现另外一半出现，等着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年轻的夫妻他在期盼着上帝赐给他们的宝贝能够孩子出生。我们很多人有求职的经验，当你寄出履历之后，你很期待说这个工作很顺利，能够通知我开始来上班。我们很多毕业生求职潮的时候，各大公司都要到学校去举办这些求职的一个媒合的会那个很大的热闹的场面，我们都期待说这一间优良的公司能够录取我。你在等待，有人生病了，身体不舒服了，你在等候赶快能够得医治，能够赶快的出院。人生在等候当中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你的等候的情况里面呢，有些事情是让你觉得无聊的、不耐烦的，觉得浪费时间的，但有些是你充满喜悦跟盼望的，因为你觉得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要预备了。那什么叫不耐烦？什么叫喜悦盼望呢？有时候是根据你自己的定义，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很喜欢去排队，排什么队呢？这一家那个糕饼店非常出名，你可以乐意排队排个好几个小时好几天都没问题。我们在这个疯狂的追那个3C 的产品，那苹果的 iPhone 要出来，大家就好几天前就去排队了。因为你觉得你想要得到那个东西，你又不会觉得排队有什么吃苦了哈。那我们更知道现在台湾流行排队，那每一年的动漫的这个展览，一大堆年轻人不得了，排队排好几天，有时候台北下雨还是一直排。那更不用说一些出名的乐团要表演，大家抢着排队买票。对了，这些都是因为你有期待，你愿意花时间去等候，因为你得到你要的结果。但我们常会想，你得到了又如何？有些当你追星或是你去追这个产品，过没多久赏味期就过了，你又重新要追了，一直换，一直改变。有些人会陷入那一种焦虑，因为觉得没有跟人家一起那么新，
那么多，你会觉得比不上人家。但是有些事情呢，也许我们很不在意，但是那个是最宝贵的。你有没有真正去等候、去追求？所以，你到底不耐烦，或是你喜悦盼望？有些事情你可以做选择，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不能缺乏的，就是等候神。人类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是等候上帝。其实这一句话有一点相关语啦，是因为上帝老早就在等候我们，只不过说人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痛苦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失败的时候，遇到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会觉得说：啊，上帝啊，你为什么还没来拯救我？犹太人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相信弥赛亚一来就可以为犹太国带来拯救和盼望，就回到像他们的祖先大卫所建立的王国是那样的兴盛，是这样被万国所崇敬。他们在等候。但从基督徒来讲，基督徒所相信的救世主弥赛亚已经来了，而且在2000年就来了，2000年前就来了。因为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跟我们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有差异。那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信仰，我们接受了这个救主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一句话“等候施救恩的上帝”这个标语有2个意思，也是双向的。看起来是同一句话，但是它意思完全双向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是上帝在等候，上帝在等候我们，等候要把恩典赐给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在等候我们，他等候要把救恩施给我们，是上帝主持，是上帝在等候把恩典赐给你。但是另外一个解释，同样一句话，人类一直在苦难当中，在等候这一位施救恩的上帝，要等候他。那什么样达到交集呢？什么时候得到交集呢？就在圣经的答案，以赛亚书30章的18节给他们清楚的答案，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但是上主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们，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人多么幸福啊！这句话再给我们提起，上帝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把救恩给你，就这个美好的恩典跟福气，他老早预备好了，礼物老早好了，只是要让你来向他支取，你回到他面前向他要。当这句话我们会发现，上帝为什么要等待呢？上帝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是公正的，因为他已经许诺了，他已经承诺了，他愿意施下，所以呢，我们一旦信靠他的人就得到幸福。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一个做父亲的或是妈妈，爱他的孩子，有一天孩子因为昨天晚上不知道太累或怎么样，就睡不起来，赖床。但是父母亲会觉得说：赶快起床啊，洗脸啊，吃个东西啊，喝牛奶啊，准备要出发了。你会觉得父母亲会觉得说：不等你了，我走了。你会百般的催促他甚至要骂几句说：要迟到了，要迟到了。你会催促他，因为你爱他，你爱你的小孩，你希望他能够顺利准时的到学校去读书，所以呢，你会等候他。我们又想到了，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一个浪子的故事。他本来拥有父亲一切的美好跟财产，但他就是想要自己去独立发展，就把爸爸给他的那一份他的财产就拿出去了。他到处去喜乐，去那边醉酒，去那边玩乐，花了所有的财产都花掉了，最后变成流浪者，变成街友，
还吃了那个猪圈里面的一些猪吃的东西，看来是一无所有。但只差一个，父亲没有去户政事务所宣布说，我跟你断绝父子的关系，他没有，因为父亲爱他，所以天天在盼望，天天在期待，倚门而望，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这个儿子，他本身还不了解爸爸爱他，他自己委屈，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他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父亲了，所以不敢回到父亲面前。没想到他后来想了一句自己的解释的词啦，他说：“我不能当儿子，那好不好？我也当奴隶就够了吧，至少比在外面流浪吃那个猪吃的东西好吧？我的爸爸那边呢有很多的仆人呢，他们吃得好，住得好，我至少当仆人还比现在流浪好。”他觉悟了，他要回到父亲那边。其实这个故事不再讲一个落魄的人呢，有时是我们基督徒的心境。我们的心境有时候像流浪子一样，我们拥有神的恩典祝福，我们的天上的父有多么丰盛的财富恩典，但是我们自己拒绝他了，我们离开他了，我们觉得自己不配，不回到神的面前。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啊！所以记得，是上帝在等你，永远张开双手在迎接你。所以呢，这段经文的宝贵是让我们思想其中的意思。我们是不是也真正在等候他？上帝在等你了。我们有没有像这位流浪的儿子，他最后觉悟了，知道我要回到恩典的父亲那边。因为圣经这样讲，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人多么幸福啊！你幸福吗？因为你信靠神。我们没有比别人能力多，也没有比别人财富或是地位高，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是幸福的。你有领受到这个恩典跟祝福吗？因为神他一直在等待，等着要施恩给你们，等着要怜悯你们。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会遇到这些情状，比如说我们单薄郎，哎呀，空等，可能跟人家时间约会约错了，或是我们期待一个我们的贵人出现，但等不到，或是等了一个你的最美好的另一半，有时候说不定还没等到。但有时候我们是一直等，变成守株待兔，等不到任何东西，感觉是浪费时间花费了生命。还是你有确信，在整个生命的历史当中，你确信等候到主耶稣的救赎跟祝福？有一些损失就过了，就没事了。我们去等那个潮牌店鞋子啦、衣服啦，等不到也没关系，下一次有新的啦。吃不到，我们下一次可以再吃。但是救恩失去了，那是何等的可惜呀！因为可能一去就不再回来。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确信跟恩典，是因为主耶稣跟你的关系，上帝跟你的关系。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它是保罗书信当中的一本，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他为了要兼顾教会，所以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基础，来稳固他所牧养的以弗所教会。他用基督的福音来阐释教会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建立荣耀的教会，什么样是神所祝福的教会，什么样才是上帝祝福的管道的教会。那保罗在以弗所的6章的经文当中很美好的解释。那其中呢，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他特别提到了主耶稣是给我们人类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信心跟充满。以弗所书1章3到6节，是保罗在代降节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我们可以在
思考，再来仔细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1章3节到6节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第一个，保罗说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福气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比世界我们看到的有形的物质的福气更加宝贵、更加宝贝。因为这个是没有别人能够得到，没有别人能够给你的，只有上帝。而且他讲了一个关键，就是他借着耶稣基督了。好，神要把恩典给你，但是怎么给你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道成肉身，从天上到世上的耶稣基督，借着他把属灵的福气赐给你。而且一个很关键的话，就是说，在创世以前，就是多么遥远的事情，神竟然惦记着你，神竟然点了你的名，神竟然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给你了这一个福分。他说，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借着基督拣选我们，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因为创世以前是多么遥远的事，但是神已经预备好了。他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丝毫缺点的人。拣选是要你成为成圣嘛，拣选是要你离开这一些罪恶的捆绑、泥淖，你所做的残累，生命所遇到的一些残渣、肮脏、污秽。因为被拣选就是万人当中最奇妙的一个成分，因为你被神所拣选，而且是在创世以前，不是昨天临时想到的，也不是上个礼拜突然间上帝心血来潮提到你，是神在亘古以前做拣选。我们长老教会的教义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理，叫做预定论。预定论的意思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不是随随便便心血来潮，是上帝在创世以前他就认定你了。圣经这另外一个类似的话语，就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说，在你还在妈妈的胎儿里面的时候，妈妈还怀胎你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你了。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珍惜或是看重这个上帝儿子的名分？是他特别为你拣选的，是特别赐给你的，而不是随随便便杀无得后，不是啊。所以呢，预先决定，上帝呢预先决定，决定了你，决定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归于他，使我们有做儿女的名分。请记得，浪子为什么他说我当仆人就够了？是他的父亲不把他看成奴仆，张开双手欢迎这个全身乌漆抹黑、脏臭的这位流浪汉，且他看他是儿子。我们的上帝也看你是他宝贵的儿子。他说这是他所喜悦的，没有任何的负担呐，他完全心中发自内心就是接受你，发自内心欢迎你，发自内心迎接你。你要让上帝这位父亲伤心流泪吗？你要让他单薄狼吗？你要让他失望吗？倚门而望吗？这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跟今天，我们有35个成人还有小孩一起领受了这个福分，是上帝在亘古以前，在创世以前，他预定了，选择了你，把恩典要给你，只差你要不要接受。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第6节他这样说，让我们颂赞上帝这荣耀的恩典。颂赞上帝荣耀的恩典。什么恩典呢？是他把亲爱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
儿子是独生子，是没有第二个选择了，没有第二条路了，没有第二个替代品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而且是白白的，你不用任何的门槛，你不用任何的申请手续，你只要说我愿意，我要，神就要赐给你。我们再做一次复习，第3节，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借着他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受洗？为什么要来教会？是因为上帝没有第2条路、第3条路，或是其他迂回的道路，直接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他说要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福气为什么大家不要？有人会拒绝吗？不会。福气是人人追求的。为什么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各处去拜，想要得福气嘛？为什么春节的时候我们到百货公司，大家抢着买？其实是公司的噱头。他说福袋，到底是不是福我不知道了。但是你丢钱了你就被公司赚钱了。福袋为什么要用福呢？是因为大家人人想要得到这个福气。第4节。在创世以前，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奇妙，很奥秘啊。我们用人的办法没办法去理解，为什么那么遥远的地方、遥远的世界，神已经预备你了，你根本在什么地方没出现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第5节，这个表示上帝预先决定了，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蒙恩，做他的儿女。所以今天你会成为神的儿女，是奇妙而且让人家惊叹的。牧师在偏远的离岛，我的祖先在100年前就得到恩典。那奇妙，因为竟然没有人去那边传福音，我们的家族得到了。那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奇妙恩典的路。那你呢？包括今天2位姐妹母女庄聪姐，他们今天得到了。你不管任何的方式得到，请记得，上帝就已经预先决定要把恩典给你，而且让你们做他的儿女，不是仆人，不是旁观者，是成为他的儿女。你记得，儿女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承受产业，承受祝福，有资格进到父亲的家，享受一切的丰盛。原因是因为第6节，上帝把他亲爱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既然都把儿子给你了，还有什么不给你的？所以，一个会感恩的人会觉得说，这个恩典大到你无法去理解，无条件的神的祝福。所以呢，在西方的教会，他们就慢慢，为了要强调给基督徒知道说，耶稣降生不是一个节庆啦，一个热闹啦，点圣诞灯啦，圣诞树啦，这个就是一直要提醒你，记得上帝在等候施救恩给你。你有没有等候神？你有没有渴慕？你有没有期待？你有没有仰望？你有没有想要得到？好，这个是一些待降节的图片了很漂亮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家会那么重视，那么在意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味的这个待降节我们预备要迎接主，因为每一个要承受上帝产业的，是你个别预备。你有没有预备？你有没有准备？你有没有清空你一切？这是一张这个五根蜡烛的解释啦那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待降节有一个圣诞环，绿色的圣诞环，就是一些松树叶然后插上5支蜡烛啦，4紫1白，4根紫的，一根白的。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当然是一个整合出整个待降节的意义。第一个主日是待降，充满了希望；第2主日是准备，充满了信心；第3主日就是宣布主耶稣的降生，要得到喜乐；第4是启示上帝的爱。然后在12月25号，在救主降生的时候，就点亮中间那一支白色的大蜡烛，
是代表主耶稣降生了，他的光照耀全世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互相祝福跟勉励。我们在代降节的时候，既然领受了这个美好的祝福跟应许，我们也要相对的配合去接待，等候迎接改变，等候神，迎接神，改变自己。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或是我们的男生，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常常会碰到一个很紧张的时刻，就是师长或是我们的这个军团的司令要巡视营区，或者是装备检查，哇，全连全营区都大动员、大扫除了。通常啊，我们的班长、连长都提醒你说，去监督你去整理这3个脏的地方：厨房、厕所、猪圈，因为这是最容易存这个脏污秽之处。一旦洁净了，哇，你会觉得啊，长官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面子。他说不清洁哦，会被处罚，因为我们要迎接一位主管。他记得代降节就是像这样子，你要迎接一位君王上帝的儿子所以迎接他的降临，要等候上帝施救恩给你。你怎么不预备好？你怎么样清空你家里一切、你心中一切的脏污呢？我们就是为了得到上帝的救恩，我们要等候，要迎接，为了要改变，这样我们才能跟上帝的恩典契合在一起嘛。不然你临时啊，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家里都没预备，君王到你家了，你都还没预备好。其实我们常常在演圣诞剧老基督徒都知道，演很多剧都是跟这个有关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很多人就不甩他，不理他，不迎接他，然后过门而不入，或是你赶他走。你心中的君王，竟然是在你面前出现的，可能是一位乞丐，可能是一位病痛的人，可能是一位无家可归的人，衣衫褴褛的人。所以呢，我们期待我们用洁净的心灵来迎接主，在代降节期，我们靠着圣灵来清洗我们心中的污秽，然后在迎接圣洁的主耶稣降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为主所用。感谢主。我们要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分享第2个就好哈。那记得在几年前，大概5年前吧，我们在嘉义铺子这个教会里面出生的一位医师，叫做陈荣良医师。他年轻就到美国去行医了，是一个很出名的医师，是泌尿科的医师。他在5年前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他帮助一个街友发明家，叫做 Michael Williams 重生的故事，在那个时候轰动了很多美国的社会台湾呢也报道了他的新闻，因为他那一年回到台湾，回到朴子他的故乡。为什么他这个故事会那么出名？因为这一位威廉斯呢，他拥有20项发明的专利，包括牙医专用的口腔手术摄影机、心脏手术摄影机。但他有发明的才能，但是不会经营呢。他投资错误，他入不敷出，经费不知道怎么运用的，最后失败了，破产了，连他太太也离他而去，儿女也不理他了，他不得不就单身一个，带着一点点行李，一个马克杯，然后一个破旧的电脑，就开始流浪。你知道，一个原来是有很多产业的人突然间失败，你看他多么的沮丧啊！他觉得没有脸见人呢，所以就是隐藏在社区里面，从此他就沦为街友，而且雪上加霜的还被抢劫，在公园的地方被抢劫，被打成重伤。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介绍他说，在洛杉矶有一个开业的台湾医生叫陈荣良医师，他不用缴保险费就可以先去看。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生活，如果你不保险其实我们台湾人一去，你不保险，他根本不让你进去啦。
啊，学生你知道，你要先有保险证明，不管你有没有钱，先保险，因为美国的医疗需要很大的保险的经费，所以呢，这位陈忠良医生义务的救他，而且在为他治疗的时候，竟然发现他在做那个射护线治疗的仪器就是他发明的，好惊讶，说：“哎，我用你发明的仪器来治疗你，哎，哇！”他知道他的发明的专才，就鼓励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埋没你的一生，虽然有失败，但是上帝要帮助你重新再起。”所以呢，他知道陈医师呢知道威廉斯有一个构想，又是要为街友或是灾民建造一种移动舱的发明跟构想。他就想说：“好，我帮助你第一笔，我给你投资，你来研发，而且帮他租一个房子，让他安心的静养，成为他的合伙人。”哇！这位原来是街友的，他后来感动，他觉得重新再起，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种见证，发表在他们附近的地方报纸上。没想到这个见证，他说上帝给他一个神迹。哇，这个故事啊，哇，太有感了。因为第一个是街友，以前是大老板、发明家，现在变街友，还被打得半死。现在又有人救他，而且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医生。哇，这个故事啊，充满了张力嘛。所以呢，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啦，那个在那个旧金山的那个《纪事报》，哇，这个大报纸啊，西方的西部的大报纸都报道他，哇，成为轰动的新闻。所以事迹就像滚雪球一样掀起了热潮。威廉斯他重生的传奇，听说了，不知道有没有制作好了。我们有一个电影叫《雅果出任务》，这个制作团队准备要把那个故事拍成电影哈，因为太有感了。这个就是陈忠良医师，他手中拿的就是这一个移动舱的一个构想啊。那这是他的团队，医疗团队，还有这位胖胖的这位威廉斯，还有呢，他一起经历了一些人生生命的改变这位重新改变的就是这位陈医师，让他威廉斯有重新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思考，在我们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常常一步错就步步错，充满了生命的污点、失败、消极。但记得，这位街友被陈医师来改变了，而且他愿意重新再起。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歪曲的、走偏了，我们要靠主耶稣来引导我们走回正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有征战，很多事情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重担，有罪恶在我们的深谷泥淖当中，我们要警醒，靠圣灵的能力来制止走向邪路。所以呢，牧师要一起大家一起勉励，我们在代降节，大家一起来学习这4个行动。第一个，活出代降节，我们点的4支蜡烛是代表了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把这个当成我们最高的品德的追求。第二个，你要记得灵修、祷告、跟主亲近，让圣灵来调整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第三个，我们要将主降生的福音传给亲友同事。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2个礼拜有各样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那一个综合性的，就是在我们礼拜天下午4点到6点，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联合的圣诞音乐会庆典。有的牧区也各自举办，像今天晚上有2个牧区要办，礼拜五又有新的今天已经主日学已经办过了哈下午有一场下个礼拜五又有2场。我们都求神让我们看见，带领人来领受这个最美好的福音。你记得，也许他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认定好、拣选他，只差了你这个邀请，你只差了你这个祷告，只差了你说你是神所爱的儿女。感谢主，我们一起呢，靠着信心、盼望、喜乐，也结出了属灵的果子。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用行动来做各样的服事，成为以行动感恩的人。因为我们
得到这个恩典是何等的福气！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服侍，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个恩典跟祝福。感谢主，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夏牧师、谢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每一年我都会做例行性的健康检查。去年在检查后的3个月，我竟然得到癌症。当时心中惊恐不已，但是我想到自己是一个中保代祷者，知道有一群代祷勇士为着有需要的兄姐来祷告，于是我就为自己填写一张代祷卡，求主怜悯医治我，也将这一切交托给主。随即有个声音告诉我：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句话给了我心中很大的平安。在医院检查的过程中，我向小妹玉芳提到我想回教会的小组聚会。正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陈佑长老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下我知道天父要带领我到陈佑小组，因为小组中有和我相同病症的姐妹可以帮助我。这让我体会到圣经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谢谢小组兄姐们对我的关心及代祷。记得在开刀的前一晚，代祷团一真长老及陈佑长老带着小组兄姐来为我祷告，并且唱《主与我同行》这首诗歌。我深深地感受到主的同在，使我心中有平安。连隔壁床的病友和家属也深受感动。诚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感谢主为我预备很棒的医疗团队，特别是主治医师，为我争取所有的治疗及用药都由健保来给付。主的恩典真的够我用，不只是减轻我经济上的负担，甚至手术后的恢复程度更是超出我所求所想的好。接着手术后，我必须接受8次的化疗以及30次的电疗。成大医院的患者真的非常多，我求主预备双人房，以便来接受治疗。常常住进去，隔壁床的病友就办出院了。我可以说都住在单人房，但是却不用付单人房的费用，这真的是莫大的恩典啊！在化疗跟电疗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的副作用。我天天宣告：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我的身体。感谢主，不好的副作用在我的身上并没有完全的出现。主治医生还吩咐我说要继续上班哦。也因为作息跟饮食和平常一样，所以我有时会忘记其实自己是个病人。1年很快就过去了，医生安排我多项的检查。看报告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小阴影，医生马上帮我转诊胸腔科。我的内心非常的忧虑，不过想到圣经腓立比书4章6节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我为这个阴影迫切祷告，求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肺。当我再照一次 X 光时，医生说没有看到了。我感动的大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要有信心的来祷告，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上帝，上帝就必定成就。最后在这1年多以来，感谢主的保守看顾及医治，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
感谢牧师及兄姐们，还有许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及祝福。时间的关系，我无法一一的在这边答谢。我从一个为别人祷告，变成一个需要别人为我祷告的人。透过代祷领受主满满的恩典，新的一期中保代祷就要开始。非常欢迎兄姐们加入这个团队，让我们一起经历主的恩典与慈爱。谢谢大家。